气候变迁早当猪仔的收成无好，农业部统计即摆猪仔收入保险有赔偿1.5亿。不过有真侪农民表示讲，因收成歹，共款无收到这保险金。农业部是解释讲，真侪农民投保是基本性的保险，即摆1.5亿保险金内面呢有1亿的金额是加强性的保险。第一期收拢歹啦，减了三成。 气候变迁，梅雨季节，农民早当猪仔收成真歹。农业部伫111年开办猪仔收入保险。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今年因为气候变迁，早当猪仔欠收，拢总赔1.5亿。不过，有农民表示，政府唔知影是安怎理赔，因并无领到保险金。都收成都大家拢歹啊，讲有补助哪有影？有补助什么灾损呢？唔知这钱是走去倒去。对此，农业部表示，猪仔收入保险有分2种，基本型的甲加强型。基本型是免钱的，农民爱比去年减20%的产量，才会当领到1公顷18000块的保险理赔。那加强型的是农民爱家己开钱投保的，只要减量5%，就会当领到保险理赔。农业部表示，真侪农民投保的是基本型的保险，要领到保险金是较有难度。农民可能有无收到这理赔，可能是这个所在吼，这个地区伊的产量并无减少，所以咱鼓励咱农民朋友吼，除了这个基本型的保险以外，咱应该搁来投保咱的加强型的保险。农业部统计，即摆1亿5000万的保险金理赔内面，加强型的理赔金就占1亿。农业部鼓励农民会当投保加强型的保险，农业部会补助50%的保险费，地方政府嘛会对咧补助，对农民较有保障，领到保险金的机会嘛较悬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